行转爱州。讲枪，初念嘅人讲，已经枪内识经验，想去念枪，讲掠推枪，佢系哲学家研究嘅学问。念到枪嘅阿妹，行过梯途，低头行出太平，走到南外嘅佢，佢研究出来嘅木质，一啲太正，一啲细正，丢丢滴滴去讲，我嚟到念枪嘅日常。佢嘅木剑嘅咩剑气，俩将将嘅枪，帮你以前做出念到客家枪三嘅新条路。融合传统文化与创新元素，近年以客家蓝染工艺惊艳法国巴黎国际家具展和东京家具生活设计展的太平蓝染，无论在精细度或创意的呈现，都获得国内外人士赞赏。但谁都想不到，这样充满美感的工艺品，竟是出自台中太平山区的小小工坊。的台中太平小镇山腰上的蓝染工坊笑声不断，这里可藏着可以作为染料的珍贵植物。这个是我们太平最有特色的植物，就是大青。大青啊，所以为什么叫大青呢？它又学名叫马兰，它就是我们刚才做染的原料。我们染原料，它的叶子可以提炼成蓝液。你看它本来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绿色，然后搓揉，那经过氧化以后它就会慢慢变蓝。就刚才各位用这种原理啊，刚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上去的时候刚一拿起来，刚刚是绿色，慢慢，它就会变成什么？变成蓝色。就是用这个原理。就像是变魔术般，搓揉过后遇到了空气，就会由绿转蓝的大金小金，是制作客家蓝染的重要原料。19世纪，蓝染也曾经是台湾重要的出口商品，但不敌工业时代化学染料兴起，蓝染没落，一度消失近100年。当我哋客家中因为有开始辛苦，冇办法生饭大家冇办法做按匠的功夫按量的功夫。所以呢，就用样的最简单的方法，提炼成染液，然后把它变成什么？变成植物染，变成我们的衣服，好像我们来做的衫就会变服装嘛，就是用我们染液来利用缝染的方法来提炼出来的。萧社蓝染之所以能够重见天日，起因于20年前的921大地震。身为客家人，6年曾在台中太平生活过的叶静玉，地震过后第一时间冲进了太平救灾。当他目睹灾区惨况，决定留下来生根。他成立了水源地文教基金会，这个决定为这片土地带来重生的契机。在921大地震以后太平头汴坑算是满目疮痍嘛。那时候我们刚开始就进来救灾，后来呢做社区营造。那社区营造做了一阵子以后，感觉上好像这对地方上的帮助并不大，因为大部分人需要的是一个就业有一个就业的机会。当时就申请了中当头就业服务中心的多元就业方案进来。刚开始也蒙蒙糊糊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付诸这个产业，怎样把它达到一定的水准。后来发现我们在70、80年前太平头汴坑这个客家庄以前是有蓝染产业，也有大青小青植物的栽种。我当时就是一个奇想，说是不是可以把它重新复苏起来。是921
地震以后，接连又来一个7.2水灾，啊，那时候我小孩子都已经离手了，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再从事工作，这个我才去参加多元就业，才开始接触这个染染嘛，好啊，染染，因为当时我也是一窍不通嘛，比较多的朝上。凭着一股热情和奇想，叶静玉带着当地10多名中高龄失业和弱势族群组起蓝染工作坊，从无到有，让笑声和曾经销声匿迹蓝染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也让地震中顿时依靠的弱势族群有了暂时可以喘口气的安身立命之处。清朝的时候有漳州、泉州的人，然后以及就是一些他们那边的人来移民之后，就把这些技艺继续在台湾就是发扬光大。所以是从那时候台湾才有这么兴盛的这个染这个工艺这样子，那都一直流传在我们的台湾了。所以，那为什么变成客家的传统技艺？因为，台湾的那么多个民族里面，就是客家人，他们把这样子的技艺继续运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恢复种植大金小金，也将客家蓝染文化重现。这个复古的体验吸引许多游客造访，工作站也顺势开始推广蓝染体验。只要鱼鳞呢，它很简单，它只要一条绳子就做出来了。它就是放在织布的最下端，然后我们就把它像包寿司一样，卷寿司一样把它卷起来。然后刚刚小温不是说鱼鳞的鳞片有分大跟小嘛？对。像你要比较小的鳞片呢，你就是卷的比较细。对。那你要比较大的鳞片，就是卷的比较粗。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要这样子对着，然后这边扶着它，然后这边用力拉，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像大长圈绑头发的那种圈圈，对，然后拉一定要拉很紧很紧，所以你拉完之后要先给我看，我帮你检查有没有紧，因为有时候你们觉得紧，可是其实没有很紧。这是传统做的。那当现在一块方巾搭配上一条绳子或弹珠、冰棒棍，就能够变化出各式各样图形。不管有没有美术基础都没有关系，就像是变魔术一般，只需要给他足够的耐心与时间，人人都能是大艺术家。1、2、3、4、5、6，对，开始，好，就全部放下去哦，不能让它跑出来。对，不能让它跑出来，然后在里面就是捏，把它按摩哈，这样对那个小孩啊，好对自己的爸爸妈妈按摩哈。这次的是用什么植物？大漆，就是不能让它跑出来哦哈，因为上来之后它就会有氧化了。说你丢在里面放1个小时，它就会变比较深，不会这样子。才计时的。切全丢。好的，对，过去一些人，过去那边比较。反复浸泡揉捏3分钟，还得给予充分的空气与时间氧化。这么自律的，拧干。拧干之后，可能要别的盘子上面，你就可以把它慢慢让它这样子，对，把它挤出来，差不多就可以了，再拿它旁边来了，对，拿它盘子上面把它摆一摆，就是像那个按摩啊，有让它接触一点空气，你会发现拿出来之后，接触空气要慢慢变蓝色。你可以，你有在里面，再次。这边来了，这边等一下摄影师来了。OK， 好，摄影师。真有趣啊！好玩啊，超好玩。最好是能借着这样子让它稍微空气接触一下，所以会跟着接触。比较上色啊。对，很多水分在里面，对不对？把印度压下去。3分钟，他们口碑就是这么来的。
的好处，染光的浓度，它能到的深度就走到那里。对，所以你就算染超过，也没办法超过那个深度。浸泡、揉捏、氧化，同样的步骤得要整整进行3轮，一块花色美丽的蓝染方巾终于呈现在眼前。做几何了，耶！给它氧化一下，对，给它氧化，就会变色了。哇，好漂亮啊！满意。我要染蛮多次了，染5次哦。这样颜色好像就会比较深。满意吗？蛮满意的，不错。要把它送给谁？很开心，自己留着用。手做的魅力让大家笑容藏不住。不过染好的蓝染方巾还得经过浸泡醋酸、漂洗、晒干后，才算是告一段落。这样体验活动让游客充分感受到客家文化当中的刻苦与踏实。当买个地图啊，像上面就是这边叫云南，然后下面就是行兰。对，那行兰就是比较进阶的进来，就是车行帆，然后再一条布料把它补上去。要哪一边呢？这里呀，这里很多夹子啊。那边呢？工作站虽然借由体验活动带来了游客，也传播了客家文化，看似顺利，但这样的模式营运了10年之后，叶金玉开始有了危机感，因为他发现无论大家口头上如何给予他们鼓励，但蓝染商品怎么样就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没有收入。工作站里的客家妈妈们总不能只把蓝染当兴趣吧？那天刚开始做这个产业的时候哈。出来东西哈，根本哈，这本来都是好玩的多，那根本不要讲卖价钱。后来我就自己也被嘲笑嘛，我自己我是一个客家人，我就是有不服输的精神。好，你越笑我，我又要做好。那我就跟所有工作同仁讲，那我说你们做出来的产品，做出来的东西，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你怎么去卖给别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开始审视我们的产品。这个的边边，我看到这个商品的一个当下呢，我觉得说跟我们以往所看到这种比较社区的，然后比较像妈妈们在做这种DIY 的这些作品呢，会比较相近。那换句话说呢，很难去走出太平洋本身这个蓝染要发展的一个特色方向，所以就跟这个叶会长这边来讨论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整个这个商品的走向呢，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定位，来进行这个思考。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但不论外行人、内行人都感受不到蓝染作品的吸引力。如此一来，不单是产品无法卖出去，就连要申请补助计划或筹措资金，也都因为知名度不够而无法如愿。这样下去，单靠游客体验，微薄的收入根本无法让当地民众养家糊口。坚持了10年的工作站，难道就只能任它慢慢被淘汰，就此画下句点吗？行转挨着。講搶，做黏嘅人講已經搶嚟識經驗，想去黏搶講掠推搶，佢係雜學家研究嘅學問。黏到搶嘅阿妹，
行過天堂，低頭行出太平，走到南外嘅佢，佢研究出嚟嘅木質，一啲太正，一啲細正，調調啲啲去講。我嚟到念牆嘅日床，佢嘅木件嘅咩堅持，也正正嘅牆，幫你以前做出念到客家牆身嘅線條度。客家人协同领的应景精神，让叶敬玉不想轻言投降。他想，如果能够透过学界专业技术来帮忙，或许能有一番作为。于是他邀请了各界专家指导，随后更有年轻一辈的设计师的加入。2012年，蓝染品牌于是正式成立。以往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商品，可能林林总总哦，就是说不光是在太平蓝部分，在国内都有同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大家在做商品的一个这个设计企划，想到什么做什么，那么看不出它的一个系列感，也看不出它的一个主题性。那当时呢，我就思考说，我们经常会用的一些家饰用品有哪些？所以呢，就跟这个叶会长，还有这些社区的妈妈们啊，以及他们整个团队来做这个讨论。那就定了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方向，就以我们的居家的生活用品为主。那这里面可能就有我们的这个茶席该用到的一些这个装饰用品。那比方说茶垫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灯座啊。我们希望把这个客家文化能够客家产业，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如果你不能把它把握住，你做这种题后破损的发，身为一个客家子弟也会觉得很惭愧。所以我想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信念不只是为村庄、为那个一个社区，而是为整个客家客家人争一口大气。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小时候常常教我做客家歌谣，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念一段客家歌谣一公公修才郎，骑匹馬過蓮塘，蓮塘杯中叫菜，叫菜把結親家。不服输的客家应景精神，呼应儿时最温暖的回忆，终于撞击出创新的动能，在既有的传统工艺上赋予蓝染全新的生命。这个是大金的那个叶子下去浸泡提炼出来的那个蓝米。因为它里面都是那个泥，对，有没有？想起来所以用之前要先把它搅拌。要，我们每天早上都要搅干，搅一搅。以往将蓝泥泡入水中，按照不同浓度调制出深浅不同的染料，却一直没能规格化。现在有了专家的具体建议，蓝染团队将染料调出21种颜色，可能性大增。品牌于是有了雏形，只是年轻一辈进入团队带来的创意，同样也带来冲击。因为其实我们太平蓝白就是想要做的一个蓝染的产品，就是以生活居家都可以使用的。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个摆饰，也是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到。所以我们希望除了衣服或是就是穿戴的东西以外，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再去创作的？因为当初我刚开始觉得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第一代那个蓝染挂钟出来的时候，是构想出来的时候。觉得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蓝染的产品都在布里面创作，能够跟生活用具、跟生活家具结合吗？这个很困难。以前那个从来没有人尝试过，也没有人试验过。那后来我是鼓励年轻人说，试试看吧，反正本来就没有嘛，你本来就是没有的东西，也许你们去发挥以后，真的把它变成有，结果可以成功。放
放手一搏的决心，让这项客家传统工艺融合了全新的创意。像这一个蓝染挂钟，不但在2018年荣获台湾优良工艺品奖项，更让国内外订单如雪片般飞来。而蓝染和台灯的结合，成功表现出雨后云层中透出阳光的意象，同样令人惊艳。它主要呢，就是它上面钟面部分是用蓝染的，就是传统工艺染制而成。然后特别的是，我们时钟上面有12个小时的刻度嘛，那每一个小时它的刻度呢，就是用不同浓度的染液，然后去染布染制而成的。所以也看到有浅色、有中的蓝色跟比较深的蓝色。它主要想要呈现的是，在100年前我们台湾在做蓝染工艺的就是辛苦，对，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想表示的是，那时候他们看着天色从天亮到一直到天黑的一个情况，这样子。因为其实像我们比较知道是蓝染的工艺是布料嘛，都是把东西创作在布料上面。可是你要怎么把这样柔软的布去结合到硬的材质上，比如说木头或是金属之类的，那要怎么让它去结合？也不可能像布一样缝一缝就好。那要去结合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很多我们可能以前从来没尝试的器材，所以我们就跑遍了很多五金行或者是工艺行或者手工艺行去逛每一个东西，然后去细看每一个零件，然后去从那些零件里面去构思说有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去连接在我们的东西上面。12个色阶的布面，每一个颜色都得重复染16次才能定色。蓝染时钟工序多达200道，但这一次次堆叠，一次次晕染，仿佛串联起100年前与100年后职人的初衷。而叶金玉坚持培训雇用中高龄社区妈妈以及弱势族群的心意，如今也因为品牌的光芒，让他们肯定了自己的价值。之前曾来过我们这边参访的人，他曾跟我讲说，他看过很多蓝染，但是他发觉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喜欢我们的纹路，他觉得说我们的纹路就是很高雅。很单调，不像，就是很单纯的那种清淡的那种高雅，他觉得蛮喜欢的。结果他还带他的那个他的亲戚从国外来，还跑来这边买，这样。那我就觉得说，蛮有心里就觉得蛮安慰的。虽然我残障，可是我的心还是要坚强啊！会晚上还会想过去呀？为什么命这么苦？怎样？还是很难走啊！可是我来这里还是很快乐啊！也要做一点成绩下来啊，不然呢，这残障的人、肾障的人，没有什么工作能力，人家也不要啦，对不对？这样。就这样，年轻设计师的创意，若是工艺师的底蕴，撞击出一个个跳脱传统思维的蓝染作品。慢慢的，这些不只能穿戴，还很实用的蓝染商品，走进了超商货架，走进了饭店商品部。现在更走出台湾，走向国际。美国圣地亚哥、法国巴黎、泰国曼谷、新加坡、中国等地都能看见太平蓝染的美丽。在国内同样获得包括行政院国家永续发展奖等多项大奖肯定。现在请台湾法人水源地文教基金会叶敬玉董事长领奖。成功的经营模式让太平蓝染成为另一个台湾之光。太平蓝染也与嘉义听语多重障碍协会合作，提供多重障碍人士代工机会，让他们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再度站起来。不
不只关怀弱势，叶俊义认为依靠单一产业无法让地方重生。他再度游说地方人士，大家齐心协力，饮水富裕蝙蝠，希望带动地方观光。我们这蝙蝠叫叶鼻蝙，它晚上出去吃果实跟那个害虫，所以它是一个很好、富有生命力的那个保育类动物。那现在我开门，跟我进去啊。里面很深。不，你看了就知道，录音都可以，但是不要有声音啊。因为这个东西单靠一个产业是没有办法带整体，我们希望很多个产业一起进来，对不对？一起来冲，我相信就会把这个地方所谓地方创生冲起来。我们也期待有一天太平头汴坑能够的地方创生是台湾第一的那个指标。如果你看过我们以前古老的这就是下面就是头汴坑溪的水。不要看它现在没有水流量哦，等那个时候大雨来的时候，哇，都是在1半以上高，很可怕啊。那各位来看我刚才讲的寺庙就在那边。各位那边本来有个寺庙，现在已经废弃了。它那边有一个蝙蝠桥，本来吊桥，现在坏掉了，已经坍塌掉了。蓝染一步步连接地方产业，不只富裕了蝙蝠，带动了观光，也推动了地方创生。城乡连结固然重要，但叶敬玉认为，蓝染工艺如果没有结合土地，就少了可以感动人心的生命力。因此，基金会每年不但举办多达100场的蓝染体验活动，同时更把这项工艺带进校园。台中太平的东汴国小不仅提供空间让学生自己种植大金，还连续3年让6年级毕业生自己动手制作蓝染方巾义卖，筹措毕业旅行的经费。我们太平东汴地区它有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名称叫做毛埔。那在毛埔它另外一个这个地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之前长了很多的茅草，然后有非常多的草本的植物，然后这个地方其中有一样草本植物叫大金。我们课程里面加入了太平蓝染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不但可以呼应我们在地的地名它原来的意思之外，然后更可以彰显在这个地方原来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的垦殖拓荒、胼手知足的精神。因为我们要义卖完之后，要把这些经费拿去骑脚踏车。那你觉得做蓝染好玩吗？好玩。什么地方最好玩？绑的时候。为什么？因为绑出来不知道会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是因为每一种染都不是固定的形状。等你长大以后看到蓝染，你会想到什么？会想到我以前的故乡。他说那个好像不要画。我有说啊，我有说。已经老师说了，你要那个套。就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在这个社区，就是集结大家的共识，就是继续做下去。我觉得现在我们状态其实，我就觉得蛮幸福，也蛮感恩的。对，我希望这个状态是可以一直再持续下去，继续延续到就是下一代，影响到就是接下来的年轻人等等的，或许是他们也可以回来故乡做一些事情。奶奶
在地生根，扬名国际。太平蓝不只是客家的蓝，也是代表台湾最具深度的蓝。这样深刻的蓝，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让蓝染之美烙印人心。